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梁福榮醫生。今日同大家要講嘅題目呢，就係血尿嘅成因檢查同埋治療。嗱，血尿嘅成因呢，其實有兩個最主要嘅原因嚇。第一個呢，就係泌尿系統裏邊嘅疾病。泌尿系統裏邊呢，最普遍嘅就係尿道感染啦，第一樣嘢。通常如果你有尿道感染嘅時候呢，你嗰個會有發覺尿頻啦、尿急啦，同埋灼熱感啊，即係覺得係好似好熱咁樣啊，或者好痛啊咁樣，同埋有啲人可能有埋發燒添嘅。第二個可能嘅原因就係你嘅腎有結石，你嘅尿道裏邊有結石啦。通常咧，如果係咁嘅時候咧，你會係好痛嘅通常咧就可能要去揾急診嘅添。尿道系統裏邊嘅疾病最有血尿嘅第三個可能性咧，就係有腫瘤，譬如膀胱癌啊、腎癌啊咁。通常咧係比較普遍咧喺啲年紀大嘅人裏邊，通常佢唔一定有痛，OK，但係佢係有大量嘅血尿，見到好明顯，眼睛都見到嘅呢啲咁嘅情況。如果係見到年紀大又有大量嘅血，而佢唔一定有痛嘅，呢啲應該盡快去揾醫生啦。第二大類嘅最常見嘅血尿咧，就係腎小球嘅發炎，係一種腎炎嘅現象嚟嘅。咁咧呢啲嘅情況，除咗尿裏邊有血啦，仲有尿裏邊有大量嘅蛋白啦，同埋高血壓，個人可能會有手腳啊，甚至面部啊都會有腫脹，咁佢腎功能咧都會下降。咁咧，我哋做檢查嘅時候咧，第一樣嘢要檢查就係檢查係你啲尿裏邊咧，第一係肯定係咪真係有血先，因為有好多時咧，我見到有好多病人，哇！我啲尿裏邊咧啲顏色好深喎，咁唔一定係尿嚟㗎，可能你飲水少啫。咁我哋要驗下究竟係咪真係有血，驗下啲尿裏邊有冇蛋白，有冇細菌。如果裏邊有細菌，呢個可能係尿道感染所引起㗎，咁好簡單啫，用即係抗生素就搞掂啦。咁我哋咧仲係驗下你嘅尿裏邊嗰啲嘅細胞，個紅血球細胞，佢究竟有冇變形啊？如果有變形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排呢個係會覺得可能會係一個腎小球嘅問題，係因為腎病嘅問題。咁如果咧佢個紅血球嘅細胞係正常嘅形狀嘅時候咧，可能係泌尿系統嘅毛病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仲係喺尿裏邊去排除下究竟有冇一啲癌症嘅細胞，我哋喺尿裏邊咧可以驗得到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可以做啲超聲波啊，或者 CT 嘅掃描啊，咁去排除究竟嗰啲嘅血尿是否由腎結石所引起，還是係膀胱或者腎裏邊有啲嘅腫瘤所引致。其實最準確去排除呢個膀胱癌咧個辦法，就係直接放一個膀胱鏡入去嗰個膀胱裏邊。除此之外，唔單止可以直接可以眼睛可以見到啦，仲可以做一啲嘅活組織去檢查，攞啲組織出嚟驗一驗，究竟係屬於邊種嘅膀胱癌。咁如果係腎小球嘅腎炎所引起咧，我哋可能係會做一啲嘅腎嘅活組織檢查。至於醫治呢個血尿嗰個嘅辦法咧，好在乎係咩成因所引起啦。咁如果我哋發覺呢個係由於尿道感染所引起咧，咁用劑抗生素就搞掂。如果係腎結石所引起咧，我哋如果係細嘅腎結石，譬如細過5毫米嘅，咁佢哋通常會自己排咗出嚟。如果係大粒嘅6或者以上毫米嘅腎結石，可能就冇咁容易排出，可能要通過手術啊，或者用碎石啊咁嘅辦法。咁亦好在乎嗰個腎嘅位置，咁我哋都會
決定應該用咩嘅辦法去同你將嗰個腎石去排出嚟。嗱，如果係腫瘤咧，咁咧就相對嚟講就麻煩啲啦。咁可能需要手術啊，或者係電療、放療咁樣。點樣去預防膀胱癌咧？咁咧其實咧有幾個樣嘢咧，我哋係可以係預防嘅。譬如長期接觸一啲譬如橡膠啊、印染行業嗰啲化學物質嗰啲人咧，通常咧嗰個增加膀胱癌嘅風險。充足嘅水分咧，飲充足嘅水分咧，健康嘅飲食，減少咧食一啲嘅加工嘅食物、高脂肪嘅食物，多食新鮮嘅蔬果。記住，抽煙係一個重要嘅致癌嘅原因。唔管你係乜嘢癌，都係同抽煙有關。其中膀胱癌亦係同抽煙好大關係，所以唔好去抽煙。盡量控制住你自己嘅體重，唔好過重嚇。過重咧都會增加個風險。控制好你嘅血壓同埋一個健康嘅飲食。我今日要講嘅題目就講到呢度啦。祝大家有一個健康嘅身體、愉快嘅生活。遲啲再見，拜拜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提供免費嘅支援同埋服務。如有需要，請致電0412384838。